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伫爱河来启动为期11天的2021看百公里的活动。首先登场的是无人机灯光的表演。 5月15分钟的灯光表演照亮爱河湾，高雄2021看百公里系列活动平安暝正式展开。国际级的指挥官文彬带高雄市高乡乐团、加宝来国中建山国小等合唱团，将近250人阵容演唱这首《天籁之音》。 合唱团的囡仔为六股桃园顶顶山区到这个海上的舞台，吟唱对家乡甲土地的热爱，唱煞500台无人机做伙飞上天顶，现场的气氛有够热。虽然说摆出各种造型，也有这座超大型的圣诞树，和现场的观众看了后是赞叹连连。我们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10点半，啊。 然后每半个小时，我们的定目秀都会如期如职的演出。来参加这个我们爱河湾的这些演出活动的时候，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全程都戴上口罩。看表演的同时嘛，提醒大家防疫措施要做好。为即马开始到明年1月初3，有真侪精彩节目，欢迎全台各地游客去高雄感受过节气氛。